今天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今天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黃家駒喺83年同幾個朋友組成咗 Beyond 樂隊，參加咗一個音樂比賽得獎，開始佢哋嘅音樂生涯。可能當時佢哋形象同埋音樂路線同當年嘅流行樂壇背道而馳，所以未能被大眾接受。後嚟 Beyond 做咗好大嘅改變，劉志遠離隊，其餘4人亦都剪短頭髮，一身健康形象。而音樂方面亦都加入咗商業嘅元素，開始被廣大樂迷接受，因而大受歡迎。可惜喺今年6月24號凌晨，駐音歌手黃家駒喺日本錄影遊戲節目嘅時候，
意外墮下，頭部着地重傷，送入東京女子醫院，用咗各種方法搶救，昏迷6日，仍然未有起色。6月24號凌晨喺富士電視台第4錄影室進行《活張冷站》嘅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嘅節目。拍攝過程中，不慎由舞台跌落，身受重傷嘅香港嘅搖滾樂隊 Beyond 嘅黃家駒先生被送往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病院接受搶救，但係喺今日6月30號下晝4點15分，因為急性腦膜下血腫、頭蓋骨折、腦創傷同埋急性嘅腦腫脹而不幸逝世。呢度就係家駒平日練歌嘅病房。自從日本傳來噩耗之後，每日都大批嘅歌迷嚟呢度拜祭同埋悼念家駒。我哋發現到好多拜祭過留下嘅痕跡。我上去上面，希望可以聯絡家駒嘅朋友，了解下整件事嘅過程。可惜冇人應，我就打算去其他地方採訪，點知就喺附近花店發現一班 Beyond 嘅歌迷喺度買花圈俾家駒。當時我想訪問佢哋，但係佢哋對傳媒有啲誤解。我哋幾經辛苦先遊說到佢哋接受我哋訪問。今次嘅家駒咧非常之不幸咧發生件事咧，你哋嘅感想係點啦嚇？有咩感受咧？好慘，我覺得佢。根本唔值得咯，為一個咁嘅節目嚟到，即係犧牲咗條性命。嗱係啦，當你知道咧呢個嘅不幸嘅消息啦，你當其時嘅自己嘅心情係點樣？唔相信咯。有冇？即係我覺得好唔抵咯，佢唔係為音樂節目，而係玩一個遊戲而咁樣截死咗。好激動咯，喊咯。喊咗幾日啊？諗起就會喊噶啦。你哋自己作為一個歌迷，有咩嘅打算或者有咩計劃去悼念佢啦？佢死嗰日，我哋接咗好多隻紙鶴燒咗俾佢咯。即係嗰度啲紙鶴咧，真係有好多隻咯，幾億隻都有噶啦。燒晒俾佢咯。本來我哋係諗住寄過去俾佢噶，但係諗住寄嗰日咧，佢已經死咗咯。有冇打算係過日本啊？有啊。你點解會有咁嘅計劃係過日本？冇諗過佢會死咯，我諗住探佢咯，即係我覺得佢會醒咯，但係唔知點解佢會死咗咯。當家駒不幸逝世嘅消息傳到香港之後，大批歌迷紛紛喺唱片鋪度搶購 Beyond 以前嘅唱片，而部分唱片鋪更加乘機加價。一般舊嘅 CD 由100蚊加到300蚊，甚至乎500蚊都有。如果係家駒親筆簽名嘅，價錢就更加昂貴啦。黑膠碟同埋白板碟由50蚊加至到500蚊以上。雖然價錢係咁貴，但亦都有好多人咧爭先搶購噶。最貴張精裝嘅 CD 更加賣到1300蚊添。有啲公司更加推出好多 Beyond 同埋家駒以前嘅相片同埋 poster。對於呢個現象，啲歌迷點睇法咧？多餘咯。以前喺度又唔見佢買，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係 Beyond 歌迷嘅，即係識欣賞嘅，我覺得佢一早已經人哋出嗰陣時，你應該買噶嘛，冇理由而家人哋死咗你先去買嚟識欣賞喎。下一節翻嚟，我會報道一個悼念家駒音樂會嘅情況，我哋訪問通宵排隊嘅歌迷。今次喪禮轟動全城，警方同殯儀館有咩應變措施呢？而演藝界朋友、親友同歌迷紛紛到場致祭。家駒嘅出殯、上山、下葬全部過程，會為你逐一報導。
正翻下隊去搭翻嚟嗰一班，跟住就 CS50。多謝各位報界朋友一直咁關心家居嘅呢次比賽。喺呢度我最想講嘅咧就係，我希望我哋嘅歌迷啦、朋友啦，大家冷靜一啲。因為家居雖然係咗好遠嘅地方，但係佢嘅愛心同埋佢嘅精神會一直留喺我哋身邊。當佢離開我哋嗰日，我曾經試過，以後我哋每彈一粒音，每唱嘅一句歌，我都係唱俾佢聽。我哋會繼續實現佢嘅理想。家駒一生人為咗實現佢嘅音樂理想啦，曾經作出好多貢獻，甚至乎佢生活。我覺得我哋應該繼續我哋嘅理想。我想多謝一個人啊，我覺得多謝蔡瀾先生咁大嘅幫忙啊，真係好多謝佢。家駒逝世，各界人士非常難過。有間電台舉行咗音樂會悼念家駒，門票係免費派發嘅，歌迷反應熱烈，超過2000張門票一陣就派完啦。而家係7月3號晚上10點半，呢度係高山劇場。嗱喺聽日咧，呢度咧會舉行家駒嘅紀念演唱會㗎。但係提前一日嘅時間咧，已經有啲歌迷咧嚟呢度咧，係準備咧攞個靚位，聽日咧係睇表演㗎。係啦，東啊，咁我知道咧，今日你好早咧嚟呢度咧係拜前面嘅位㗎係嘛？係啊，係咯，我想問咧，做今晚啊漫漫長夜咁，你準備點樣度過啦？我啲 friend 嚟接住，跟住我啊翻屋企休息咯。點解咁辛苦啊？提前24個鐘頭之前咧嚟呢度霸一個咁好嘅位，其實你本身即係真係好中意家駒。我本身就我都話唔需要咁早嚟㗎啦，同啲 friend 嚇，即係佢哋又堅持要咁早嚟。佢哋咁早嚟嘅原因係喺邊度？咁早嚟原因咪要霸個頭位咯。悼念音樂會嘅當日，場館前已經有大約4000幾位歌迷聚集，逼到水泄不通。警方亦派出大批嘅警員維持秩序。雖然歌迷情緒好激動，佢哋不時高叫家駒嘅名字，同埋合唱家駒生前嘅名曲，秩序總算係良好嘅。據電台方面講，可能有人今次自製啲假嘅門票，所以有部分手持門票嘅歌迷入唔到場。不過佢被安排坐喺場館外，而場外亦都加設一部投影機直播場外嘅情形。誠心唱出家駒最喜歡嘅作品，唱俾家駒聽，向佢致敬。場內2600個座位全部爆滿，呢個悼念會係冇歌星上台表演嘅，只係播放家駒生前嘅名曲，伴住歌迷千人合唱，作為對家駒嘅悼念。
情緒回復平靜，然之後繼續去面對外面嘅世界，同家區一樣咁勇敢，可唔可以？由於星期五晚家駒嘅遺體由機場運到殯儀館嘅時候，一度引起混亂。到咗星期六，有消息傳出 Beyond 嘅3位成員會喺殯儀館嗰度開記者招待會，前車可鑑，所以警方加派人手。但係記者會臨時更改地點，所以現場未有發生任何事故。7月4號，殯儀館設置家駒嘅靈堂供人拜祭。喺上午，拜祭家駒嘅歌迷未算好多，而家駒嘅家人體諒歌迷對家駒嘅敬意，亦都准許歌迷進入靈堂裏邊鞠躬致敬。為免混亂，而婉拒歌迷上香同埋瞻仰遺容啦。靈堂內外擺咗好多各界友好同埋歌迷送嘅花圈、花牌。據講，今次嘅喪禮花費超過100萬，而內堂物品一應俱全，有好多仲係歌迷咧特別帶嚟俾家駒添嘅。到咗晚上，可能電台嘅音樂悼念會結束嘅關係，殯儀館之外好多歌迷前來弔唁，而警員亦維持秩序。據我估計，喺短短數小時裏邊，有超過800幾名嘅歌迷進入靈堂弔唁。但係晚上11點，靈堂唔准歌迷進入啦。但係有部分歌迷仲喺門外逗留，甚至乎通宵守夜。7月5號，亦都係家駒出殯嘅當日。一早就有超過2000位歌迷同埋睇熱鬧嘅市民聚集喺殯儀館嘅門外，排隊進入靈堂，向家駒作最後嘅致祭。家駒喪禮嘅治喪委員會安排咗一個特定嘅位置，俾記者拍攝有關親友同埋歌迷拜祭嘅情況。而好多圈中同埋圈外嘅友好都分別蒞臨，可見家駒生前人緣甚佳。當日想進入靈堂拜祭家駒嘅歌迷比早一日還要多，為咗早啲疏散人群，所以每一批進入靈堂嘅歌迷增加至80人。歌迷帶咗好多禮物送俾家駒，有祝福嘅紙殼、花圈、花牌。佢鞠躬之後呢，大會就唔准佢逗留，要離開啦。就呢個時間，殯儀館外邊嘅歌迷秩序仲算良好㗎，警方派一大批嘅警員喺度維持秩序。歌迷只有唱住家駒嘅名曲，未有任何混亂嘅情況嘅。差唔多11點，工作人員就請所有傳播媒介嘅朋友離開靈堂，因為將要舉行瞻仰遺容同埋封棺儀式。而家駒嘅家屬唔想將呢個過程公開，而記者同我哋攝製隊咧好明白家屬嘅心情，於是我哋都離開靈堂，揾一個有利位置拍攝。工作人員用白布遮蓋整個門口，傳媒好友可以放低攝影機咧，進入裏邊瞻仰遺容。傳媒嘅朋友係未見家駒嘅。有啲記者瞻仰遺容之後，都不禁悽然落淚。半個鐘頭之後，封棺儀式完畢，靈堂大門同白布再次打開。負責扶靈嘅係家駒生前8位好友。家駒嘅家人亦作最後嘅辭靈儀式。
你哋落去啊！上山途中，沿路因有啲歌迷追蹤靈車，造成一條車龍。我哋去到墳場，發覺已經有近500名嘅歌迷聚集喺度，佢哋希望喺家駒入土為安之前作最後道別。當家駒嘅親人離開之後，警方安排咗歌迷分批到墳地嗰度拜祭。歌迷仲將有帶嚟嘅禮物燒俾家駒，以表心意。歌迷心裏邊帶住悲痛、哀傷嘅心情，無奈咁向家駒講一聲永別。下一節翻嚟，我哋訪問一位主持封棺儀式嘅永升法師，講下佢點樣超度家駒。我仲要講下家駒墳地嘅風水㗎，關心家駒嘅朋友千祈唔好行開啊！家駒童年嘅時候契咗俾黃大仙，今次不幸逝世，佢嘅家人參咗佛教儀式，為家駒舉行葬禮。今次封棺儀式係由永升法師主持，究竟做法事對家駒有咩好處呢？因為一個人呢，是不是尤其是橫死啊，這是前世呢都有些個冤業，所以呢一定要給他結緣世界，給他懺悔他的罪業，懺悔往前，令他能夠離苦得樂。唯有這個方法呢，對這個亡者呢才有點利益。喺永升法師啊，
咁嘅家駒咧就不幸咧意外咧就過咗世啦。咁好多嘅歌迷或者佢嗰啲擁躉啦，係希望家駒咧能夠早日咧係再能夠重生嘅。咁我想問咧，可以念啲咩經，做啲咩儀式去幫佢咁做啦？有關這個問題呢，他的歌迷擁躉啊，最好呢能夠給他念心經啊、金剛經啊，還有地藏經啊，好多經典都可以念，念了要回向。用他念經的想念他的紀念他的力量啊，給他回向，令他能夠離苦得樂，讓他早日可以轉生投生。咁我知道啦，今次家駒嘅封棺儀式咧由你主持㗎。咁我想問啦，嗰個過程會點做啦嚇？這個封棺這個儀式呢，是給他淨他的身上的這個罪業不清淨的，給他用這個咒水咒的力量。所以灑淨在他的這個不清淨的地方，讓他能清淨，那麼他的這一切罪業也能消除。希望他能夠封棺之後，自己心靈方面得到安靜，令他呢很快也得超生。所以這個用意是這樣的，叫封棺說法。這個說法的意思呢，就是開導他，對亡者的開導。因為人呢，人生都是迷惑的多了。所以要開導他，讓他來放下，不要掛念這身心，也不要貪戀這個世界。呢一章就由永星法師幫家駒寫嘅封棺說法，主要內容係希望家駒在天之靈得到安息，唔好再貪戀塵世。家駒嘅遺體咧，就安置喺個墓地呢度啦。呢個墓地咧係坐北向南嘅，由於個墓地係向住鯉魚門灣口，所以叫做水口位。喺風水裏邊，呢個地方坐北向南，加埋家駒本人佢生肖咧係屬老虎，壬寅年出世，咁於是乎呢個地方對佢咧係相當之好嘅。但係睇喺前面，喺風水裏邊咁講嘅，佢話咧眾山環抱，不如一岸在前。我睇見前面咧呢啲嘅層層嘅斜路咧係兜兜轉轉咁咧，係圍住家駒嘅前面。好似案台咁咧喺前面嚟，呢樣嘢啊對家駒本人嚟講，佢音樂事方面咧有一個發揚光大嘅意思嘅。我哋見到前面嘅係一個群山環抱嘅現象，喺左面嘅地方咧，我哋係叫青龍位。呢個青龍位裏邊咧，我哋睇到咧係有一層層嘅山咧係重重咁圍住。呢個方位裏邊咧係屬於東邊，東面見水，喺未來20年裏邊咧係相當之好運。咁對於家駒嚟講咧，佢可以令佢可以安息，可以再重生嘅。喺風水學上，好重視咧山墳後邊嘅靠山噶。而家駒身後呢個靠山咧係強而有力噶。我哋發覺呢個靠山咧由北面向南面度環身，而前面明堂咧好開揚、好廣闊嘅。我哋可以肯定，家駒住喺度咧一定好安樂、好舒服噶。我哋希望 Beyond 繼續努力創作更多嘅好歌，而廣大樂迷咧就支持佢哋。是這世間冰冷，沒有一絲溫存，就讓日子飄去。看，那痛苦比較，常被激風掩蓋，好期望得不再，放開心中思慮。無助美好不必恐懼，願永遠。在這世間充滿。